Hey。日日睇電視買廣告，見到預記燒鵝，話明係深井嗰度解放係暢通無阻，個個都搭西鐵3號幹線揸車嘆燒鵝。預記快到手，新西區反而下樓起河，大南團圓天西北愛到深井食燒鵝，實係種 leisure 或者 culture， 梗係會信得過。無論係全港街坊，亦或係亞支亞座，個個都嚟深井食燒鵝，版本別無隔阻。東有彩明快到手，西有預記快到手，東邊嘅朋友食燒鵝反而冇咁苛口。喺以前深井曾經喺工廠大鑊走，西邊燒鵝飯工人愛食，你一定口。燒鵝飯即刻到手，想食就飛過汀九，深井食確係可口，肉質唔使繼續鬥。講到深井最熟緊係預記快到手，佢嘅 mascot 由隻鵝公仔嚟伺候，係理所當然。啲燒鵝 set 都值得擁有，工序唔係咪咪摸摸，燒鵝喺東成西就。想學整燒鵝，記住效法預記快到手，切靚啲鵝肉，整咩燒鵝料理係會撚手。深井老字號1958，實係歷史悠久。預記世一，其他燒鵝鋪實揾佢嚟搏鬥。你哋係家傳戶曉嘅深井開心預記燒鵝啦，佢哋嘅燒鵝係新鮮原隻炭火燒烤，肉質上乘，口感十足。而家經西貢通道落馬洲3號幹線嚟深井預記食燒鵝都非常方便，附近仲設有大型停車場，公共交通工具亦可到達。快啲嚟深井預記揾開心預記燒鵝啦！預記嘅第3代傳人蒸足個乳鵝裝，啲預記燒鵝勁可口又好食又乾爽。雖然勁可口，但都要記住食得健康，唔好食勁多，否則一定會尋食難安。由深井到尖沙咀都可以預記燒鵝，難得啲食燒鵝嘅朋友口味相當開放，同其他深井鋪比燒鵝 fusion 又抵食。深井燒鵝界嘅朋友一定前途康莊。講到深井，最熟緊係預記快到手，佢嘅 mascot 由隻鵝公仔嚟伺候，係理所當然。啲燒鵝 set 都值得擁有，工序唔係咪咪摸摸，燒鵝係東成西就。想學整燒鵝，記住效法預記快到手，切靚啲鵝肉，食咩燒鵝料理係會撚手。深井老字號1958，實係歷史悠久。預記世一，其他燒鵝鋪實揾佢嚟搏鬥。東有彩明快到手，南有容記快到手，西有預記快到手，北有拳記快到手。全港18區都有款燒鵝，極之可口，食評比高分，啲食客仲會唔捨得走。一生人一定要試一餐預記燒鵝，唔試唔緊要，預記都有同業肯伺候。預記快到手。